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峰。今仔日要来送啥咧？你有看这排椅啊无？今仔日毋是百货公司伫咧拍卖哦，今仔日来煮御风虾。啊，今仔日早起，咱看到节目的时候，应该毋是今仔日早起啊，是我即摆时间今仔日早起吼，咱迄个总统蔡英文啊，有煮御风虾，啊是高端的御风虾。啊是安怎会伫咧食？正常应该毋是讲伫咧大病院，还是讲伫咧较大间的迄个所在。啊，即摆吼，其实为着讲要方便有无？咱即摆细间的诊所吼，恁兜附近的诊所就会当住啊。即你若是讲去迄个网络顶1922遐报名好，啊，就会当来遮住这御风虾。伫咧等的时阵有无？咱会记得吼，爱看爱传什么物件。其实哦，你只要找到即个身份证，啊，甲即个健保卡，上好四片药啊。啊，毋过听讲高端较无副作用啦，所以哦，这是全家有味的，食会到食袂到，再搁看觅。你看，我甲即张健保卡吼，这是真正伫咧路的，去互公车交过。啊，你看，较早有无？我较早啥？拿土匪的。好，安尼即摆吼，就是甲单看看的，资料写写的，啊，就当煮御风虾。咱御风虾吼，这个动作是煮，啊煮吼，敢若台湾咱这边才有咧讲用煮，其他所在拢是用拍。好，我先来写资料，等下咱继续去。右上角这边是一个标志，表示打过一次，好高端，好这个不要吃掉，我先把它看烂了。OK， 我这 Q 公下搞嘛，电脑环境，好，那这个是高端的英文，它是 MPV 的哈，我们看在这边，这是它出国用的 MVC 的哈，它是出国用的了哈。那下次打针是带过来盖在下面，两次间隔应该是28天，这应该是9月20号。来做嘛就来这做嘛。知影，今嘛拢应该是跟你这是一样，上网预约啊，选诊所啊，选医院自己选的，我们只是帮政府打而已。他应该会公告，比如说8月20几号打的，可能要在9月几号开始预约，你知道吗？几号打，他就会你要去预约，就跟今天你也是看到网络的嘛，就是这样，会这样子的。那回去有号召活动，现在是不要的。然后好，来这个先收好，其实说明是挺详细的，好好读一下。好，来，校长右手左手。过去了。对，来叉腰，就是拉起来叉腰。方便。要打个手叉腰就好，打个手叉腰。这个御风虾已经煮了啊，咱煮御风虾煮了吼，咱会得到啥？会得到一本，这本就是类似迄种护照迄类的。比如讲，咱若是要去海外，伊可能就是看讲，你有煮过御风虾无？啊，伊才算讲有一寡证明安尼。我叫是高端是 MVP 咧，哦，毋是，伊这是叫 MVC， 哦，这是高端的名安尼。顶悬就是一寡你的资料安尼。啊，顶悬佫会甲你写讲，你后一回要住的时间差不多是当时。啊，毋过伊顶悬是讲28天了后，啊，毋过伊的时间还佫无一定。啊，佫看讲咱有去网络顶报名的时间看安怎，所以伊这是用 MP 写的，哦，毋是用原子笔。啊，佫来就是讲哦，袂当乱，毋通乱。伊这顶悬写讲煮了有可能会疼，也是会肿，毋过我感觉酸酸呢，顶悬有的我拢无。即摆时间11点15，做一下记录。高端御风虾煮了3点钟过了后，到底有啥物副作用？身体煮了有啥物感觉？甲大家报告一下，3点钟过了后，会感觉腹肚淡薄仔枵，需要食宵夜。好啊，我讲啊，我要来食宵夜。即摆这个时间12点半，哦，就是迄个宵夜食了一段时间消化好啊，啊嘛洗喙、洗手、洗面，该洗的拢洗啊。啊，记录一下讲，高端煮了4点半钟了后，到底是啥物感觉？我感觉真舒适。即摆时间1点40，煮了高端御风虾煮了5点半钟，5点半钟过了，即摆有啥物感觉？感觉淡薄仔忝。你是毋是感觉淡薄仔忝？有啦，高端御风虾煮了，嘛是感觉孤单，无法度预防孤单。好啦，较早困到面的。今仔要来记录一下，讲咱即个御风虾煮了第16点钟，哦，咱即摆感觉。啊，其实哦，除了感觉讲，今仔日头真炎，天气真热，心情真好，哦，无啥物其他的
无爽快、无舒适的感觉。哦啊，咱家己对家己生产的这个预防车有无？爱有信心。哦，咱较早咧讲啥？第一卫兵，第二医生，就是讲咱这个医师有无？其实对医生这个职业、这个工作是算真器重、真看重。日本时代的时阵，敢若是讲爱医生啦，做医生才有法度出头天，所以吼，咱对家己爱有信心，讲咱这个医疗的资源，吼，也是讲这个医术也好，拢是算这个世界头几顶的安尼，嘿。食饭时间吼，念下书来找我。日本大家关心一下讲吼，这用车资料了后，敢有啥物变化呢？看讲敢会变做迄个 Kitty 安尼？毋是 Hello Kitty 迄个 Kitty 哦，是 Kitty， 看会 keep 到 T 啊尔呢。其实是无啥物变化，因为如果即摆食物件吼，即摆嘛是共款，家来当包，因为即摆还有个利劲嘛，活动来食较安全。因为咱毋是讲预防车注料了后吼，就会当一世界黑白拍走，就敢若食到迄个较早拍电动，迄个无敌星星，毋是安尼。咱嘛是爱接洗手，吼，喙暗嘛是爱挂。即个预防车有无？我感觉做起来伊一个上重要的吼，是咱即个群体的抵抗力。就是讲咱群体内底吼，若是愈侪人有注即个预防车，伊的效果愈好。特别讲伫咧社区看柜安尼，所以吼，无论是排队去排着啥物牌子，拢是好的预防车。比方像 AZ 啊、莫德纳，即个我做的这个波段，政府拢有先看过讲，啥物是会做袂做。所以吼，上重要是讲，即个若是愈侪人做，效果愈好啦，群体作用的效果愈好，迄个病毒就无度入来一个探一个安尼。基本上，咱干若是降低感染的机会，正常的喙暗爱挂爱接洗手安尼，应该是无啥物问题。你看活跳跳安尼。上尾吼，咱怎啊就是来讲一下咱节目迄个口号一个吼，你做预防车，我做预防车，啊毋是啦吼，是你讲台语，我讲台语，阮讲台语，咱讲台语。食饭啊！你食一半，你来去，好，再会。